最對啦，相當希望我靠一種送撒用故，先當三巴地里就拉空。日記哟，切蘇加拉蒂，把崩落。南山年年做，咖喱我想凝结，想凝结沙崩，雨拉松涌。夏日比藏比，中堂的你，中堂你。在无情，待无疆，雪与高原的震荡，牵动着中华儿女的心。那9月，速度与力度，那情的深度。和爱的温度，把希望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的心中，谱写了一部感人至深的史诗。